热心公益的国际狮子会300体院区，为了让弱势的民众会使安心过年，永美狮子会特别准备了丰富的民生物资。30号上午，伫安南区的综合果菜市场，一一发放给需要的弱势民众。对白米到卫生纸、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品，拢一概来发放。国际狮子会300体院区的总干也亲自出席，肯定永美狮子会的用心。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就是来知情友爱、寒冬送暖的一个实作的部分，实际的一个活动。那长久以来，我们致力于这个区块，就是走入社区，结合校园。那整个在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无时无地无时无刻在进行这个寒冬送暖、关怀弱势、关怀长者这一个实际的一个活动。那非常感谢我们陈香林会长也透过在年前这个时段来能够发放来物资来关怀社区的一个民众实际上做到寒冬送暖的一个为社狮子会的一个基本精神跟宗旨。今天在安南区办低收入户1款跟2款，整个安南区的发放的物资有米、面、麦片，还有卫生纸，还有林炳利副议长赠送的赠品，一起发放给过年所需要的人。对，然后有狮子会的地方，因为都有我们的爱我们狮子会的精神就是人力己力，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只要需要狮子会的，我们都会尽心尽力去做爱心服务。会中市长王伟特也特别出席，除了感谢永美狮子会的善心，也颁发感谢状，感谢因予社会公益更加完整。其实照顾弱势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你知道政府办事情都是规定都是很死的都是都收入多少钱以上的就不叫弱势，以下就叫弱势。这规定很死的，公务员办就照这个规定，但是往往在这个边缘，他不符合规定没有办法领取，可是他实际的生活有困难的。所以说，很多社会团体非常有爱心的朋友就一起来协助，这一点我要特别的谢谢。那也感谢各位好朋友，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我们一定跟各位努力来做公益、做爱心。除了准备这的物资以外，现场也安排了义诊甲现煮的食物，希望透过无同的面向来帮助这弱势民众，让因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共同过一个好年。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